放心，我心入邊有數。林東尼對住我笑咗笑，跟住佢個身影就飄向大院。而屍鬼學剛同埋傻根呢個時候都淨係靜靜地咁睇住林東尼飄入去，完全冇去追佢嘅意思。但係跟住佢哋兩個就一前一後撲咗過嚟，對住我進行夾擊啦。我一睇咁嘅情形，毫不猶豫就將神力符貼咗自己身上，只感覺一股暖流瞬間就游遍咗我嘅全身。我感覺自己個心口、膊頭呢個時候已經湧入咗大量嘅法力，成身都充滿力量。阿強個老婆對住我衝過嚟，但我根本冇理佢，而係轉身一腳橫掃向背後嘅屍鬼學剛。屍鬼學剛諗唔到我將佢作為首要嘅目標，所以呢一腳扎扎實實咁抽咗佢身上。但係問題係佢嘅身上淨係爆出咗一絲屍氣，跟住個人就後退咗2步，然後又衝過嚟啦。果然屍鬼嘅強大令我有啲膽戰心驚。而另外一邊，阿強個老婆亦都衝到埋嚟啦，從後邊一下就捉住咗我2個膊頭，順勢就打算將我成個舉起。我猛然舉起雙手，跟住就向佢背後捉過去。果然呢一下俾我捉到咗阿強老婆個頭，於是我亦都唔理會唔會傷到阿強個老婆啦，一個過肩摔就將阿強個老婆搭咗過去。咁啱嗰隻屍鬼學剛就衝咗埋嚟，於是阿強個老婆就成個搭咗喺屍鬼學剛嘅身上。佢哋2隻嘢俾我咁樣一摔出去好幾米遠，但係令我諗唔到嘅係，佢哋2個根本一啲傷都冇受到，甚至阿強個老婆身上連一啲傷口都冇，可見傻根附身喺佢阿娘身上，亦都係幾照顧佢阿娘嘅。不過我而家唔理傻根照唔照顧啦，一個箭步衝埋去，對住佢哋2個就係一陣狂風暴雨嘅拳腳。霎時之間，佢哋2個俾我嘅拳腳功夫打到連連敗退，但係身上邊嘅屍氣同埋鬼氣並冇俾我打出嚟幾多，而且嗰2隻嘢好醒目，根本就唔同我正面對抗，甚至佢哋2個開始同我使用迂回戰術。我睇住呢2隻嘢喺度躲躲閃閃，我真係冇晒符。神力符強就係強啲，但係佢有一個缺點，呢個缺點就係一旦使用咗神力符之後，咁喺呢個階段我係唔可以使用任何嘅法器嘅，只能夠憑借純粹嘅力量去同呢啲鬼怪打鬥。祖師爺上身最驚嘅就係泄咗嗰一啖氣，一旦嗰一啖氣泄咗之後，馬上就會打回原形。而使用法器嗰陣，亦都係要灌入法力嘅，咁就等於泄咗氣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我冇可能而家淨係用拳頭打佢哋2個啊！早我就用棺材釘啊、金錢劍啊，甚至係咩八卦鏡啊，全部用晒上去咧。而且最重要嘅係，神力符淨係得一盞茶嘅時間。而家佢哋2個喺度躲躲閃閃，我為咗趙子嫣嘅安全，又唔可以走過去追，咁一時之間，竟然就陷入咗一種對峙嘅狀態。青王，你對付嗰個俾上咗身嘅女人冇問題啊嘛？呢個時候，阿強把聲就傳咗過嚟，我一擰轉頭就見到阿強塊面白賴晒咁從大院行咗過嚟。林東尼，你上咗阿強個身啊？睇住面青口唇白嘅阿強，我有啲驚訝咁問佢。之前講過，阿強係因為每日都要劏狗，所以身上邊嘅殺氣好重。而呢種殺氣對於狗嚟講係致命嘅，所以會嚇到佢哋唔夠膽靠近。但係呢啲殺氣對於鬼物嚟講，亦都同樣令到佢哋感到驚嘅。但係而家林東尼居然可以上到阿強個身，呢一點我真係有啲唔明。畢竟呢，傻根而家唔傻噶啦，如果俾佢揀嘅話，佢肯定會毫不猶豫咁上佢老豆個身。嗱，因為阿強大隻，呢個絕對係一個大優勢嚟。係啊，我頭先同阿強溝通咗一下，嗌佢唔好有抵觸嘅情緒。阿強嘅老婆就交俾我，屍鬼交俾你，有冇問題啊？原來正話林東尼嚟咗之後，唔單止感覺到呢度陰氣好濃郁，
佢仲喺呢啲濃郁嘅陰氣之中感覺到一陣好強嘅陽煞，所以就毫不猶豫咁去咗個大院度去尋找呢個陽煞嘅根源。於是就喺一個角落頭度發現咗嚇到成個呆晒嘅阿強，同阿強進行咗一番溝通之後，並且保證將佢老婆安全帶翻嚟，咁阿強先至心甘情願咁俾林東利上身。嗱，講起身，煞氣呢樣嘢分為陽煞同埋陰煞。如果一個生嘅人身上邊煞氣好重，咁就說明呢啲係陽煞。擁有陽煞嘅人，鬼物一般情況底下呢就會見到掉頭走嘅。事關佢哋嘅身體如果接觸到陽煞嘅話，就會俾辣到陰氣消散。咁就係點解傻根寧願上佢阿娘嘅身，亦都唔願意上阿強嘅身啦。而林東利上咗阿強嘅身，除咗阿強心甘情願之外，首要嘅一點就係林東利吹熄咗阿強雙肩上邊嘅兩盞明燈。如果唔係，淨係阿強心甘情願都搞唔掂嘅。吹熄阿強雙肩明燈呢個方法係我冇諗到嘅。原來林東利叫阿強除咗傻根身上邊嘅壽衣着咗喺自己嘅身上，嗱，咁樣一嚟呢，就強行將雙肩嘅明燈吹熄。等林東利上咗身之後，再將件壽衣除咗，咁呢個時候阿強身上邊嘅陽煞就又出現啦。唔理係對屍鬼定係對阿強個老婆，絕對係好靈強嘅。咁就喐手啦，你將傻根從佢阿媽身上面逼出嚟，跟住看實佢，唔好俾佢再上其他人嘅身。我叫林東利去追阿強個老婆，而我就係追嗰隻屍鬼學江。說話講翻轉頭，阿強個老婆一見到阿強亦都嚟咗，嚇到佢嗱嗱聲走，而阿強就加大馬力去追，好快佢哋兩個就打埋一堆啦。我睇咗一眼之後，個心就定翻啦。事關阿強個老婆俾阿強打到咿咿牙牙，估計唔使幾耐，傻根就會從佢嘅身體離開。而我呢邊呢，屍鬼學江仲喺度走緊路，分明就係唔想同我打啦。但係我而家有祖師爺上身，如果咁都追唔上嗰隻屍鬼，咁我以後可以退出風水圈噶啦。喺追屍鬼學江嘅過程當中，我攞出咗捆屍索，喺距離佢仲有2米嘅時候，我一下就將捆屍索兜頭咁笠咗過去。捆屍索不偏不倚，成個笠咗喺佢條頸上邊。我趁勢向後一拉，屍鬼學江俾我拉到向後笪低喺地下上邊。我唔俾屍鬼學江翻身嘅機會，我成個壓咗喺佢身上，直接用雙手捉住咗佢個頭，跟住向右邊用力旋轉。屍鬼學江個頭俾我擰轉咗180度，跟住佢個身體一震，一道黑影從佢個身體飄咗出嚟。吳清和，諗唔到你都有2下散手喎！早知你有呢2下散手，我今朝就應該打死你。隨住我將屍鬼學江個頭擰咗180度轉彎之後，佢嘅鬼魂就從體內飄咗出嚟，仲用一雙血紅嘅眼睛厲住我。你而家喐我都唔遲噶，嚟啊！我對佢招咗下手，示意叫佢過嚟。而家我唔可以離開佢嘅屍身，好唔容易先至將佢從個屍身入邊逼出嚟。如果我俾佢揾到機會結合翻成為屍鬼，咁就真係再難對付，因為我祖師爺上身嘅時間馬上就要到。不過為咗以防萬一，我仲係攞出咗1枚5帝錢，以應對祖師爺走咗之後嘅狀況。你要我過去，我就過去噶啦。吳清和，我記住你，今晚我就放過你先。反正我已經殺咗我師父啦，無論點樣我都係賺嘅。學江嘅鬼魂對住我冷冷一笑，跟住佢個身影就向遠處飄去。我唔知道佢點解對佢嘅師父咁大嘅怨氣，之但係又點可能俾佢走甩呢？我瞬間就將5帝錢灌注咗法力，跟住就喺祖師爺從我身上離開嘅前1秒，將手入邊嘅5帝錢揈咗出去。嗰枚5帝錢打咗喺學江嘅背脊上邊，
一大股鬼氣從佢背後邊爆出，而五帝錢就緊緊咁黐咗喺個背脊上邊，紅到發興。我一見到咁嘅情形，直接攞出一張鎮屍符貼咗喺個屍身上邊，手入邊攞住金錢劍就朝住學江跑過去。嗱，講起呢把金錢劍呢，那係我阿爺最得意嘅法器之一，存在嘅時間已經好耐噶啦。根據阿爺所講，呢把金錢劍係一甲子，即係60年入邊5年農曆5月5日5時製作而成嘅，而製作嘅過程非常嘅複雜，需要先將朱砂研磨成粉，然後再將陳年糯米亦都研磨成粉，加入公雞血、真陽箭，然後將精挑嘅紅線浸泡喺其中749個時辰，等紅線晾乾咗之後，再喺太陽底下曬9日，然後喺5年農曆5月5日5時，將108枚銅錢用紅線穿過製作而成嘅。嗱，需要注意嘅係，要根據歷代發行錢幣嘅順序嚟選擇邊2枚銅錢當作劍尖。用我阿爺嘅說話嚟講，自然就係年代越耐就越好啦。而金錢劍所用嘅金錢亦都最為講究，係歷朝歷代每一任帝王鑄造發行嘅第一套帝王錢，其中所蘊含嘅歷代皇帝龍氣最重，用嚟斬邪諸惡係最順手嘅。如果唔係薛愛紅鬼魂個頭，我又點可能輕易用金錢劍劈斷？但係我阿爺都講過，如果用嘅係歷代皇帝鑄造收藏嘅第一枚帝王錢嘅說話，咁呢把金錢劍就算十殿閻羅嚟咗啊，都夠膽同佢較量一下咁話。如果唔係法力受損，我根本就唔使跑過去，直接幫金錢劍之中注入法力，然後用揈劍嘅方式，直接就可以釘死學江鬼魂。去！我攞住金錢劍，快步追上身體喺度發震仲飆緊煙嘅學江鬼魂，跟住從後背中心嘅位置將金錢劍係咁用力插咗入去。只見金錢劍透體而出，一道金光從金錢劍上邊磅礴噴發，瞬間就將學江嘅鬼魂消融殆盡。我拎起金錢劍就要揾傻根，但係啱啱嚟到大門口，就見到阿強個老婆同阿強兩個都瞓喺地下喐都唔喐，而大院入邊嘅陰氣快要消散得差唔多啦。我行過去睇咗下兩個人嘅眼皮，發現佢哋兩個體內都冇晒之前上身嘅徵兆啦。睇嚟係傻根同林東利已經離開咗佢哋兩個嘅身體，只不過而家喺邊度我仲係唔知道。我啱啱話要去揾佢哋兩個，就見到一個身上邊散發住淡黃色鬼氣嘅身影一閃就嚟到我嘅面前。淡黃色嘅鬼氣噃，呢隻係厲鬼嚟嘅。我嚟唔切諗咁多，我手入邊嘅金錢劍就撩咗出去，嗰度身影瞬間後退。吳清和，係我。林東利，我睇住嗰隻厲鬼嘅面容，心入邊嚇咗一驚，小心戒備咁睇住佢，跟住講：你點解變成咗厲鬼嘅？幾分鐘之前，林東利都仲係一隻惡鬼嚟啫，但係諗唔到，先至過去冇幾耐，就已經晉升成為咗厲鬼啦。厲鬼嘅厲害程度，絲毫唔亞於一隻屍鬼，甚至比屍鬼仲難對付。我將傻根吞咗，而且我見院入邊嘅陰氣實在太濃郁啦，就吸收咗院入邊啲陰氣。吸收咗之後，我身上就有咗淡黃色嘅鬼氣。你跟住落嚟點打算啊？要唔要而家就去地府報到？之前佢話要去地府報到，嗰陣佢仲係惡鬼嚟啫，而家卻變成咗厲鬼。估計以佢嘅心性，睇怕都唔會去地府報到噶啦。唔去啦。果然，林東利個頭擰咗下，冇絲毫猶豫咁講。聽到佢講呢句說話，我揸緊咗手入邊嘅金錢劍。鬼就係鬼，冇人性嘅，所以所講嘅說話全部都係鬼話。甚至
我而家有啲懷疑林東尼之前揾我報恩係假嘅，為咗晉升成為厲鬼先至係真嘅。所以接落嚟話唔埋又係一場惡戰。你唔去地府報到點啊？仲想留喺陽間為禍一方啊？唔係，林東尼又搖咗下頭，經過咗思考之後，佢鄭重咁同我講：我想以後跟喺你身邊，幫你捉鬼降妖。吓？咩話？林東尼，你喺度講啲咩鬼話啊？你而家係隻鬼嚟噶，而且仲係厲鬼。你話你要幫我一齊捉鬼降妖？哼！先唔好講你喺鬼圈點混啦，我哋風水圈嘅人往後點睇我，你知道嘛？唔得，絕對唔得啊！我係咁搖頭，拒絕咗林東尼想要同我一齊捉鬼嘅諗法。風水師第一條鐵律就係唔允許與鬼為伍。你話孤魂野鬼都仲好啲啊，有陣時可以使用遇鬼訣，請嗰啲孤魂野鬼幫自己做少少嘢，就譬如嗰啲咩五鬼搬運呢啲啦吓。我嗰口棺材呢，就係叫嗰啲鬼幫手運翻去京南所住嘅山上邊。但係只要係惡鬼同埋厲鬼，佢個心性捉摸不定，話唔埋幾時就會反撲噶啦，咁下場肯定會好慘嘅。我唔跟住你嘅話，你嗌我去邊度呢？去地府嘅話，我要遭受18層地獄嘅折磨，仲不如跟住你呢。跟住你對我嚟講都係一種修行，可以為我積陰德。而且吳清和，我可以睇得出你身上嘅法力似乎缺失咗唔少啊，比之前弱咗好多。有我喺你身邊，就算嚟咗同我一樣嘅厲鬼，我都可以幫你應付。你喺旁邊就可以大施拳腳啦。林東尼一路講，佢慘白嘅面上邊露出咗一抹笑容，而我聽咗之後大為異動。